邊有咁容易呃到政府啊？各位老友記，或者各位幫緊爸爸媽媽研究緊長者生活津貼嘅孝順仔女，大家千祈唔好以為隨隨便便將啲錢搬嚟搬去，轉個名，甚至搞啲旁門左道嘅花神，就可以瞞過社會福利署，領取到每個月4000幾蚊嘅長生津啊！我知好多人到咗65歲或者差唔多70歲嘅時候，辛辛苦苦做咗一世人，儲埋咗一筆可能係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嘅退休金。一睇到最新嘅長生津資產限制，單身人士唔可以超過415000蚊，兩夫婦唔可以超過63萬蚊，心入面就開始盤算，不如我將啲錢攞晒出嚟放喺屋企，或者轉入去仔女個戶口度，咁樣咪可以即刻符合資格申請咯。如果你真係咁樣做，咁就大鑊啦，分分鐘唔單止要一筆過退還返所有領取咗嘅津貼，最嚴重嘅後果仲有可能會因為觸犯咗欺詐罪而要坐監。今日呢條片我會用最貼地、最合邏輯嘅廣東話，結合大量社會福利署嘅官方最新信息，同大家詳細拆解喺申請長者生活津貼嘅時候，有邊3個絕對不應做嘅錯誤財務安排。我會講埋咁樣做背後有啲咩不可挽回嘅嚴重後果，同時亦都會同大家分享反官方認可正正當當嘅正反做法與理據，包括點樣利用政府大力推廣嘅香港年金計劃嚟將資產合法重整，等大家可以安心無憂、堂堂正正咁樣領取退休保障。記住，聽完之後要分享俾身邊所有啱年齡嘅長輩睇啊！其實理財真係關每一個人事，特別係到咗退休年齡，點樣守法合規地喺退休65歲之後，每個月安安穩穩多拿4000多塊收入，呢個係一門好大嘅學問。不過大家喺坊間或者茶餐廳聽經理、街坊傾偈，有冇有聽過一些朋友明明自己嘅經濟條件、資產儲蓄係遠遠不符合申請資格，但係都用盡各種方法去隱藏資產，甚至乎是想盡辦法去騙這個津貼呢？我以前寫過一本書，入面其實都有提過申請長者生活津貼嘅一些利弊，而早排我都拍過一條短片，對現時一啲潛在嘅不良現象進行批判。嗰條短片好受歡迎，有7萬多的瀏覽量，同時亦都引來咗好多的留言。留言區裏面簡直就好像辯論比賽一樣，有兩派人吵得好犀利。我發現很多朋友對於長者生活津貼嘅審查機制、法規同埋背後嘅邏輯仍然未必是很理解的，甚至存在好深嘅誤解。所以今天就決定再詳細啲討論這個事情。這次我準備咗更加多官方網站的最新信息同埋政策理據俾大家參考。今日我會集中講2個核心重點。第一，我會分享官方網站的最新資料並詳細列出，希望進一步幫大家解答一些心入面嘅疑惑。到底什麼是真正守法合規的資產配置方法，可以俾大家行得正、企得正咁去攞呢筆福利？第二，我會毫無保留咁分享我嘅所見所聞。某些家庭、某些老人家可能為咗8000多元一個月嘅夫婦津貼去隱瞞，甚至可能叫騙，究竟可以做到多盡？我會直接列舉3個最常見嘅坊間手段，同時會配合官網資料或者市場數據去說明這些辦法是否屬於旁門左道，以及背後有什麼巨大嘅潛在不良後果。為了內容的完整性，今天的內容會比較詳細，涉及好多條例，但是大家不妨多給一點耐性。我會分享官網的信息，同埋前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先生以前一啲好關鍵嘅講話，相信聽完之後可以俾到更多角度大家去看社會福利、長者生活津貼這件事，或者幫到你更加有信心、更加踏實地去做某些退休後嘅財務決策。首先我哋先回顧一下政策嘅歷史背景理據，大家可以睇睇2012年12月份嘅時候嘅一則新聞報道。羅致光局長當時喺官方網站上發表網誌表示，
當時坊間有好多批評，話政府建議市民購買公共年金，只是為高收入人士着想，甚至幫有錢人錦上添花。但是局長翻查咗2015至2016年期間提交給政府有關倡議公共年金嘅核心文件，發現政策嘅重點其實全部都是說如何協助低收入人士和中收入人士去退休，完全沒有提高收入人士。而且香港年金公司在2018年正式推出年金計劃的時候，最低嘅入場門檻只是5萬元，明顯針對的就是資產有限嘅中低收入人士。局長當時仲舉出一個好具體嘅例子，指一名65歲的退休人士，如果他工作咗一世，強積金加埋自己嘅儲蓄，可能合共有40萬至200萬港元，他完全可以考慮保留35萬現金喺身邊應急，而將餘下的資金全數加入公共年金。咁樣做嘅話，他仍然可以符合資格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呢一個局長嘅講話，其實帶出咗一個好重要嘅政策訊息。坊間越來越多人說，透過買年金壓低資產審查範圍的水平，從而獲得長者生活津貼。其實這個做法是真的有根有據的，甚至是局長公開教大家的。大家可以去翻查當年的政策資料。看完羅致光局長的網站內容和報導之後，我們不如用2026年最新嘅政策環境同埋數字做一個模擬案例，睇下套用今時今日嘅政策實際效果是怎樣。假設有一對65歲嘅陳先生和陳太太，他們有一個自住物業，現時市值大約800萬港元，另外手持300萬港元的銀行存款。如果表面上看，陳先生和陳太太肯定是遠遠超過了官網上列出嘅申請資格，因為根據2026年最新嘅規定，夫婦兩個人嘅資產總值是不能夠超過63萬蚊港元，所以如果佢哋直接去填表，表面上看是絕對申請不到長者生活津貼的。不過，如果陳先生和陳太太有仔細看清楚官網嘅豁免條款，其實他們可以這樣做，他們可以將300萬的存款重新進行配置，將其中的250萬一筆過買入香港年金。咁樣做嘅效果會變成點呢？首先，購買香港年金之後，兩夫婦每個月可以合共獲取到大約14000元的年金，而且係保證派發直至終身。同時間，由於政府政策規定，年金嘅投保保費是不計算入資產的，而另一方面，長者唯一持有的自住物業又是不計算入資產的。當這兩大筆資產都被扣除咗之後，陳先生和陳太太名下符合計算法律定義嘅資產總值就會由原本嘅300萬瞬間變成只有留在銀行戶口嘅50萬港元，50萬低於夫婦資產上限嘅63萬蚊，故此他們可以完全合法、守法合規地申請到長者生活津貼，每個月兩夫婦合共可以拿到8000多元嘅津貼。大家睇下，透過呢個合法嘅財務優化，兩夫婦由本來零入息，只係坐食山崩，變成了每個月有高達22000元嘅穩定現金流。不過問題同爭議就係呢度嚟啦，很多人特別係網上好多網民一睇到呢種個案就會好憤怒，認為陳先生和陳太太物業加上存款，明明有過千萬的身家，這樣居然也能拿到社會福利，拿基層嘅公帑，真的很令人懷疑呢個制度係咪有漏洞。所以我們必須要再仔細看看官網嘅定義，清清楚楚了解到底社署點樣定義入息同資產。根據最新嘅官方條款，到底什麼是入息呢？入息當然是包括你的工資、薪金、商營利潤、物業租金收益等等。特別要留意的是，年金計劃裏面每個月派發俾你嘅一個叫做年金，都是屬於入息來的，呢一點必須如實申報。但是入息就不包括家庭成員給予嘅金錢援助，即係仔女每個月俾你嘅家用，無論俾幾多都唔計入息。
同時間亦不包括逆按揭，即係安老按揭每個月派發嘅年金。因為安老按揭在本質上是屬於房屋貸款，借錢其實不是一個收入來的，所以獲得豁免。咁資產又包括什麼呢？資產就包括大家一般理解嘅現金、銀行存款、股票投資、金銀珠寶、非自住物業等等。但是不包括什麼呢？重點就在這裡了。其實資產是不計算自住物業，不計算自用的骨灰龕位，也不計算特定保險計劃的現金價值。所以從這些一字一句嘅官方信息入面，我們就可以清清楚楚看到，透過買年金，由於年金在本質上都是屬於保險產品嘅一種，保費轉化為不可變現嘅終身收入。根據局長嘅講話同埋官網嘅明文條款，透過買年金，再同時間去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絕對是100%守法合規的做法，是完全不算騙的。那怎麼才算是騙呢？接下來我就要舉出3個我親耳聽過，甚至在坊間流傳嘅做法，部分手段我自己聽完之後都覺得很新穎，甚至覺得匪夷所思。希望大家可以聽下去。聽完之後，一齊喺心入面評下理。方法1，竟然是離婚。沒錯，你真的沒聽錯，是離婚。有一次我做一個有關退休理財嘅公開講座，完場之後，有人喺台下私底下神神秘秘咁問我，他問如果兩夫婦為了符合資產審查去辦理離婚，是不是一個好辦法去申請長者生活津貼呢？我當時聽完都呆了幾秒。退休理財點解會關離婚事呢？後來我腦袋轉了一轉，一下子就想到了。大家一聽數字就會明白，它背後嘅算盤是怎樣打的。如果我們看看2026年最新嘅資產限額，單身人士的資產總值限額是415000蚊，而夫婦兩個人加埋嘅限額是63萬蚊。大家發現到沒有？如果兩夫婦辦理離婚，兩個人在法律上都變回單身人士，那麼兩個人的個人限額就是415000蚊加415000蚊，兩個人合共嘅資產總值限額就會瞬間提升到83萬港元。83萬這個限額是不是明顯高過兩夫婦合併申報嘅63萬蚊限額呢？這樣一來，是不是容易申請很多呢？這種歪理都被他想到，真厲害了。但我嘅立場肯定是非常明確的，我是絕對不鼓勵這種假離婚嘅行為。首先，這個限額只不過是多了20萬左右，你先不要說要不要買年金去合法化資產了，你真的說把這20萬用完使完了，到你真的有需要，資產自然回落嘅時候，才再去申請長者生活津貼，都不遲了，對不對？何必在67、8歲甚至70歲嘅晚年，為咗去湊合這20萬嘅限額，而無端端去破壞夫妻名分？而且辦理離婚都要成本的，包括律師費、金錢和時間。我真的不明白是否真的值得。但是大千世界，這樣東西都真的不排除有部分貪圖小便宜嘅人真的敢用，都不奇怪。方法2就是轉移資產，呢個係最多人犯錯嘅地方。長者生活津貼，兩夫婦每個月可以多拿8000多元。有些長者為了符合申請資格，就會急急忙忙將自己銀行戶口入面嘅存款，例如30萬或者50萬，轉到兒子或者女兒嘅名下，然後再同仔女拿回一張銀行戶口嘅提款卡，名義上個戶口是仔女的，但自己繼續可以隨時去櫃員機按錢花。他們以為這樣就可以避過社署嘅審查。這種做法看似很聰明，但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挺笨甚至風險極高嘅做法，因為這真的很容易引發無可挽回嘅家庭糾紛。香港現時嘅離婚率高達43%左右，雖然統計辦法可能不完美，但離婚變得越來越普遍，絕對是一個不能忽視嘅社會現象。你現在為了幾千蚊津貼，把一世人辛苦儲落嘅幾十萬、過百萬資產全部轉給兒子，就算你兒子非常孝順，
不會吞掉你筆錢，但萬一他將來跟太太感情出現問題要離婚，在法律上你轉給他名下嘅呢筆資產就會即刻變成他家庭財產的一部分，隨時會被媳婦分走了一半身家。又或者萬一子女在外面做生意失敗，遇到經濟困難要申請破產，這筆在子女名下嘅錢亦會即刻被法院充公用嚟還債。到時候子女不孝的風險以及子女離婚或者破產嘅風險是絕對不能忽略的。你貪小便宜，多拿一點津貼，把資產貿然轉給子女，最後搞到自己一無所有，我覺得真的不是那麼值得。而且更重要、更嚴重的問題是什麼呢？是這種刻意轉移資產嘅行為可能已經犯法了。我們一起看看官網常見問題第33條，問題寫得好清楚，如果長者在作出申報之前故意把他擁有的資產轉移給家人，從而符合資產限額的審查的話，是否也能拿到津貼呢？會不會在日後復檢的時候被指虛報資料呢？官方給出的答案非常嚴肅，長者生活津貼是旨在扶貧的，是為了幫助有經濟需要的長者去補助生活開支，因此申請人必須如實地申報他自己和配偶或者同居人士的最新入息和資產狀況。在申報入息和資產的時候，不可以超過上限。長者生活津貼是真正要幫助有需要的人。政策雖然是以信任長者和方便長者為出發點，但是長者如何處理他的資產屬於個人和家庭問題，長者要小心處理並考慮到相關的風險。如果申請人被社署查出是蓄意隱瞞或者漏報，重點來了，這可能是觸犯了刑事法例，需要面對刑責。同時間，社署也會悉數去追討過去所有多領了的款項。所以大家看到了，貿然轉移資產不僅有子女不孝、子女離婚嘅家庭風險，甚至背後還隱藏着巨大嘅法律風險，絕對不能心存僥倖。好了，第三個可能很多人會想到的偏方，就是購買一啲商業保險。很多人看過相關討論之後，都會問到，買保險算不算資產？是不是我將幾百萬現金，甚至乎成千萬買到儲蓄保險裏面，將錢收在保單裏面，未來適當的時候才拿出來，或者傳承給家人。在這樣的情況下，既可以收起這筆錢，又可以達到留錢給小朋友的目的，然後每個月兩夫妻加起來還可以拿政府8000多塊錢，是不是很棒很完美呢？其實這條問題大家同樣可以在官網的常見問題裏面找到答案。裏面提到保險計劃的現金價值可否豁免計算在資產裏面？如果是用個人的積蓄購買保險，是否可以因此獲豁免計算在資產裏面？我們看看官方是怎麼解釋的。長者生活津貼的受惠人在保險計劃裏面的現金價值，包括紅利和利息，是可獲豁免計算在資產裏面。這是基於現時採用簡單入息和資產申報機制，以方便長者，而且是顧及有經濟需要的長者所購買的保單，大多數都是屬於人壽、醫療和危疾等類別，而有關的現金價值都是需要經過長時間累積得來，在有需要作出應急的時候是可以獲豁免的。但是重點在後面，如果申請人或配偶、同居人士等等所持有的保險計劃並不涉及上述的基本保險成分，有關保單的現金價值是會按資產類別，例如按投資或儲蓄型產品全數納入資產計算。所以如果你購買保險是有實際保障需要，舉例是人壽、醫療、危疾等等，而且是很久以前已經購買並一直在累積嘅，的確根據條文是有機會不計資產。不過如果你單純是為了在申請之前隱瞞資產、壓低戶口數字，在申請之前才匆匆忙忙去購買一些以投資或純儲蓄為目的嘅等繳，即一筆過保費嘅保險計劃，
社署在審查時一樣會要求你交出保單結單，將其退保現金價值全數納入資產計算。所以，與其道聽途說，到處去問人有咩偏方，不如認認真真看看官網。我覺得官網其實解釋得相對非常清楚。這裡不得不提一件事，購買儲蓄保險是一個長線的理財行為，而且大多數計劃都要在若干年之後才能真正回本。在此期間，其實都完全犧牲了你資金嘅流動性。這些全部都是機會成本。你為了解鎖每個月幾千元的津貼，而將幾十萬甚至幾百萬資金鎖死在保險公司多年，到底值不值得呢？大家真的要自己好好想清楚。當然，有些人會反駁說，某些儲蓄保險可能有一個很短嘅到期日，說明很快就可以回本，可以拿回保費。但你不要忘記，當你期滿拿回保費嘅時候，這筆錢一定要經過銀行戶口，到時候有關嘅退保金額或者期滿金額，相信都會在社署定期複核或者抽查嘅時候被重新計算在資產的一部分。難道到時候你又想方法左收右收，整色整水去隱藏嗎？理財嘅世界裏面，始終都是那一句，守法合規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自己有能力處理財政，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安穩退休，真的不要去使用這些旁門左道嘅偏方。況且這些偏方全部都有相應嘅機會、成本、副作用、家庭危機，甚至要承擔法律責任。大家真的要看清事實，不應該隨便盲目地去濫用社會公共福利政策。希望今天的內容可以幫到大家更加清楚地看明白官方的最新資料，以及清清楚楚知道長者生活津貼嘅底線與規則，從而可以更精明、更安心地去安排自己嘅退休財務。更加重要的是什麼？始終都是守法、合規，以及不要用偏方。退休生活最緊要活得有尊嚴，睡得安穩。